这
明仔大家平安。平安。即咱平安心，大家来敬拜上帝。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阿罗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阿罗伊的名，上主至仙，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万有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分量，圣诗125，咱起立，大家来吟。咱游玩徛伫，大家先开师徒圣经，三摆来告别咱的信仰。师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
圣道的伤土，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来掀开启文39，圣诗后面启文39。1069页，启文39，咱大家来启用。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民会来讲，咱来上山，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过耶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咱下头三个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感谢你的听，互你无限的慈悲引带阮，伫你至圣的造成来调见你的面。阮谦卑感谢阿罗，真心真诚真意真力来敬拜你。亲爱主，伫即时，阮犹原看见世界战争纷乱不停，弱势族群生活受到压迫、痛苦甲哀伤。主，你是和平联军疼痛的上帝，愿求你显现大权能，停止战争怨恨，阻挡人类武万罪行，赏赐世界和平，用你的仁慈甲恩典来眷顾阮。掌权伫阮，甲这全世界，感谢主。主啊，你知阮的软弱欠缺，时时为着世上一切俗事忧伤烦恼。无论是伫工作、事业、家庭、亲人，种种的艰苦事，求主看顾，万事交托主，我靠主，愿受免烦恼，心平安。这是阮安静心，三角当心伫你的面前。并领受对天来的教示，通过牧师讲出你活命的信息，我们会得到大大的帮助甲鼓励。伊都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咱感谢圣国队用诗歌带咱来学乐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40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40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咱来看，我来读。因就带耶稣对该亚法的所在到公堂，迄碟天铺光，因家己无入公堂，免得染着拉神，才通食半过世。所以彼拉多出来外面就群因讲。恁个即人什么案件？因讲，即人若毋是歹人，我就无将伊交互你。彼拉多就甲因讲：恁家己带去，照恁的律法去办伊。犹太人甲因讲：我无杀人的权。这是要应验耶稣前所讲的话，指明伊要什么款来死。彼拉多搁入公堂，调耶稣甲伊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应讲：你讲即位是对你家己，也是别人将我的事甲你讲啊？彼拉多应讲：我兼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甲遮的祭司头将你交互我，你果然怎样做？耶稣应讲。我的国毋是属即世间，我的国若属即世间，就我的采用的确真正，便伫我交互犹太人。若是当我的国毋是对遮出，彼拉多就甲伊讲：安尼你是王吗？耶稣因讲：你讲我是王，我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来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凡若属真理，听我的声。彼拉多讲，真理是什么？讲煞，搁出去就群犹太人，甲因讲：我看伊无罪，总是恁有咧。到半过节，我就放一个家番互恁。恁爱我放犹太的王互恁吗？因阁大声嗷叫讲：毋通即个是着巴列巴，即个巴列巴是土匪。以上原做话真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你的国伫倒位？咱中受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到伫5月份，就知影咱一年已经过1/3，表示讲真紧2024年，其实100日久，也就休一个就过去。这代表讲咱大家爱善用咱的光阴，每一天爱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佮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收赐予咱的一切，感恩的心真正非常的重要。所以，咱大声就来感谢，咱做伙来祈祷，听谈阮，佮赐阮福气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一个真美好的早起，也感谢主，你互阮会当组织伫遮，伫即个奉你的名来设立。会使我教会，阮同心敬拜。主啊，阮感谢你收赐阮这一切，阮特别感谢你收赐阮，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中，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讲的是听的，若当白白地着伫伊的必着造就。
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助理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落去兄弟，耶稣传讲的信息，上中心的信息是啥物？也是咱思考耶稣大圣伫旷野传讲的信息，敢若一句话尔，是啥物？恁着悔改，为啥物？天国近啦！天国是啥物？上帝国。上帝国是啥物？就是上帝掌权。所以耶稣传讲的福音信息的中心，就是上帝国领导。但是耶稣所带予咱的上帝国，也是上帝掌权。伫耶稣迄当阵，伫当时的社会，犹太人社会，或者的既得利益者的眼中，也是政治势力的眼中，所看做是威胁。无论是犹太教圣殿的体制，也是对伫罗马帝国来讲，耶稣所传讲上帝国的信息，反倒转变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结合罗马帝国伫犹太地的统治的势力，所后来联合起来，要将耶稣来处死。其实，咱即马讲台湾海峡两边，台湾中国关系紧张，照一寡政客所讲兵凶战危，其实怪怪吼。其实咱生活阁袂歹咧吼。但是两国紧张的状况，即个上帝国甲地上的势力的即个角度，无拄拄是领土政府、人民主权，无拄拄。这讲的是一个势力、一个范围，即个两国的紧张状况，上帝国甲世俗的即款的紧张关系，其实是咱基督徒日常生活中间，咱也是同款，拢爱面对的。类兄弟，咱拄到所读《约翰福音》18章的后半段，28节开始就记载，耶稣对伫大祭司该亚法遐，互人押去罗马总督的官府。耶稣伫面对无容允另类的犹太宗教体制了后，所详时爱继续去面对同款无办法容允任何竞争者存在的即个罗马帝国的政治势力。但是，就是因为耶稣亲身面对罗马总督，所以福音书遮的记载，互咱看到即个上帝国甲罗马帝国当时上上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上帝国甲罗马帝国，咱讲正面交锋，但是即款的正面交锋的中间，咱看到两个角度明显的差别。咱看到罗马总督彼列多，伊所焦点的是啥物？个人的权力、权威，伊所在意的。伊所注意的，毋是社会怎样伫听甲真理的引导下面来起造、来发展。彼列多眼中权力、权柄
是为着统治，是为着统治。所以咧，罗马政府当时，罗马帝国伫逐所在，因用啥物物件、啥物手段来达到统治人民的手段？十字架，用十字架即款残忍的暴力的手段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但是耶稣咧，咱看到两国正面交锋，耶稣用的是啥物？对伊一开始出来宣讲，伊就是用伊的话语，用伊的行动，医病赶鬼，安慰人，来互众人得到活落来的快乐甲愿望，甚至耶稣用伊家己的受苦，为人来牺牲性命顶十字架，这就是上帝国的手段，听甲真理。咱也看到两国交锋，地上的国，罗马帝国透过总督彼拉多的统治。甲其他逐所在遮的罗马帝国的军队的政治的结果、统治的结果，所以罗马帝国伫耶稣迄个时代，实际上表面上是非常的平静。人甚至历史学家讲，迄段期间叫做罗马和平。罗马和平。主前31年到主后250年，讲是罗马和平。但是平静的中间，无错对伫罗马人、罗马公民来讲，因过真舒适的生活。但是对伫外族受统治的人咧，这是非常的恐怖的时期。恐怖的时期，因为因用暴力的手段，用军事的手段，你若无乖就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不只是死，钉十字架迄是遭受真大的苦毒，因为你要死袂死，吊伫遐几若点钟，甚至有的人吊钉十字架了后是几若工较死。老火老到死，枵餓餓到死，喙焦来焦死，有的是疼死，因为你知影身躯的重量顶伫遐，伊甲钉仔顶身躯几个所在，你袂死，但是慢慢啊苦毒你到死。所以历史学家所讲的罗马和平，其实是用恐怖的手段对待外族，对待这个受罗马帝国统治的外族。但是耶稣咧，耶稣是伫即个地上混乱、人惊吓的中间，伊要带互世间人平安，伊要带互世间人平安。所以耶稣国活了后，到伫门徒遐，第一句话是啥物？愿恁平安。一直到今仔日，咱教会兄弟姊妹见面，也是讲平安。甚至对李登辉总统了后，连咱的总统，不管倒一党，查甫查某，总统常常也会拢用平安两字，甚至台湾别个宗教嘛开始讲平安平安，甲咱基督徒上早共款。因为耶稣就是要伫即个混乱的世界，伫众人的惊吓中间，伊要带互咱平安。所以罗马帝国是用武力攻城略地，将人分做统治阶级甲受统治的阶级。
分做罗马公民，甲毋是罗马公民的外族。地上的政治势力，尤其是遮的帝国，古代的帝国，因是要用武力来侵略，然后将人分做统治阶级甲受统治阶级。当然用足侪无共款的名词。咱台湾以前嘛是嘛，分你对倒位来分两种。但是耶稣咧，耶稣即个上帝国，耶稣指示咱即个上帝国，耶稣爱咱军队伊，然后耶稣教导咱爱将刀枪武力放下。耶稣是爱咱召集众人来归向伊，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12章32节，伊讲：我若对地上受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伊是要召集万人，无论你是对倒位来，你是查甫查某，你会。到底你是伫社会中间是啥物角色？伊是爱咱归向伊，大家成做一体，无分男女老幼，无论你对倒位来。这甲地上的政治势力，尤其遮的像用武力的地上政治势力无共款。地上用武力。用暴力的政治势力，伊是爱分，伊甲你贴个标签，然后恁就是无共款的人。所以最近什么小草，听拢听无。地上的政客就是爱即招，甲你分你是啥物，你是啥物，伊互众人。互相说，价值愈来愈明显，然后咧，伊得到政治势力，伊得到权。但耶稣毋是，耶稣讲，恁爱召集万百姓来做耶稣的学生，来跟对伊。然后，耶稣的使徒保罗教示咱啥物？咱拢是一个身躯。无共款的机体，但是咱拢是同一个身躯。咱的信仰，上帝国的规矩，就是咱拢是机体，你我拢是机体。机体有无相款，但是拢相款重要。这是上帝国的规则，甲地上的国的规则是无共款的。然后。比列刀，罗马总督伫犹太地来统治的即个比列刀，伊的官位是对倒位来？当然是罗马皇帝的一个命令，派恁嘛。今仔日派你，你有功劳，派你去犹太地做总督。你若得罪我就派你去个上辛苦的所在，去遐食苦。地上的国，伫地上的国的权威，人的权威是对皇帝的命令，所以咧，人会变，所以变动不定。所以咱知影后来比列刀的效果无真好，你敢知影？即个罗马总督比列刀。后来伊甲皇帝煞无拄好，后来伊的效果是真惨。但是咧，耶稣的权柄是对倒位来？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即个旨意是永远的。耶稣讲，伊是道路、真理甲活命。2000年前，耶稣安尼讲，到伫今仔日犹原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不变的。耶稣的话是袂改变的。然后人呢，
伫地上的国，才会得到权的人。咱讲比列多，伊犹豫不定。比列多伊明明知影啥物是正确的，伊讲我安怎看耶稣？耶稣就无罪啊，耶稣无罪啊。但是咧，地上的国才会悬，因为伊惊无权，所以咧，伊选择做啥物？选择互家己离开麻烦，选择安怎做对家己较有利。所以伊变来变去嘛，一方面讲耶稣安怎看拢无罪，甚至咱伫福音书记载，咱会发现讲，比列多互耶稣的魅力吸引。你若斟酌来读福音书所描写的比列多，刚刚的小可互耶稣安尼吼，连伊嘛感觉耶稣哇，即个嘿，所以伊会找耶稣来问伊，讲啥物是真理。但是咧，伊选择离开麻烦，伊选择对家己有利，所以伊知影比列多知影啥物是事实，但是政治压力的下面，伊选择便宜行事，便利方便来行事，叫便宜行事。所以伊煞用伊的行动，否认伊眼前看到的事实。伊看到耶稣是无共款，伊看到耶稣无罪，但是伊的行动煞是便于行事。所以咧，咱看到比列多背后的地上的国，背后的即个罗马帝国，国力真强，但是咧，当伊面对着耶稣所代表的即个上帝国的面前，对伫伊犹豫不定，对伫伊降服伫政治现实的即款行动来看，比列多背后的即个罗马帝国，面对着上帝国，煞变啊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脆弱。所以福音书用即个对比来见证耶稣基督才是万王的王，伊的关联是超越地上所有的政治势力。落兄弟，伫即个上帝国甲罗马帝国，即个上帝国甲地上的国，即个正面交锋的中间，福音书记载比列多即个罗马总督，伊所表现出来的，伊是毋知影要安怎做，伊感觉非常的无助。伊明明看到的是安尼，但是政治的现实逼伊爱做无共款的，因为伊惊讲犹太人若因为耶稣即项代志来反叛要安怎？安尼伊的官位不保啊！所以比列多罗马总督无办法，伊也无愿意照着家己所认为对的来做，反倒转伊是去讨好这个犹太宗教领袖，甲讨好，要互这犹太人的群众来欢喜，所以违背家己的良心来做代志。所以咱知影，咱18章37节记载，比列多甚至真正认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后来钉十字架的时阵，罗马帝国的这个军队伫成型的时阵，伫耶稣的十字架顶面挂一个牌啊，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所以咱知影，甚至伫罗马即个约翰福音19章，才会负责来执行钉十字架即个刑罚的罗马兵，伊用
荆棘做冠冕挂伫耶稣的头，并且替耶稣用紫色的衫来甲伊披的。这表示讲，罗马政府、罗马帝国才会管理犹太地的这个统治当局，真正是将耶稣来当作是犹太人的王来执行死刑。耶稣互犹太军众所气杀。讽刺的是，强大地上当时地上上强的罗马帝国，用犹太人的王的规格来对待耶稣。咱讲这是真讽刺的代志。更较讽刺的，比列岛甲罗马兵啊，是用王的方式来对待耶稣，来刑罚伊。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反倒等是降服伫罗马帝国的官兵下面，只是为着将耶稣来堵起，这叫做真讽刺，真大的讽刺。但是咱知影，耶路撒冷圣殿，这是当时犹太宗教的上中心的一个宗教的结构。但是之后70年，罗马军队将规个耶路撒冷，包括圣殿来消灭，就无去啊。然后伊用罗马城做首都的罗马帝国，到伫之后5世纪也消灭啊。会当讲地上耶稣迄个时阵，地才会甲耶稣顶是一个相关的即两个势力，依持无讲介久。但是最后咧，是主耶稣基督的即个天顶的国度，即个上帝掌权的上帝国，持续伫地上掌权。耶稣清楚甲比列岛表明，耶稣讲伊的国无伫即个地上，意思就是讲，耶稣所宣讲的即个上帝国，毋是属于政治，也无需要武力来革命，因为上帝的国，耶稣所代表即个上帝国。伊的核心价值就是上帝所代表的即个真理，上帝的国所见证的，也就是真理。耶稣所宣讲的国，耶稣的福音是要互人听到真理。咱讲真理就是真实，真理是啥物？是诚实。对人来讲就是真，就是诚实；对事物来讲就是真实。咱基督徒就是爱伫生活中间拒绝遐个俗世帝国的遮个身份。亲像人甲人用权力来思考人甲人的关系，所以最近常常看到新闻讲咆哮男，咆哮男是啥物人？姓吴迄个，迄个立法委员咆哮男。为什么人需要咆哮？你心中心虚嘛？你若无心虚，你哪需要咆哮？
对无？因为你心虚，所以人讲莫当做你大声话，你就特别有理。因为道理慢慢啊讲，道理慢慢啊讲，毋是用咆哮。啊，这咱就要学习，咱就要学习，有话好讲，大家有话好讲，有啥物道理慢慢啊讲，安尼才是沟通的方式。万事用咆哮，啊，其实咆哮的时阵，像我看新闻，当伊喊伊咆哮的时阵，我根本毋知伊在讲啥物啊。台法律系毕业，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但是当他咆哮的时候，讲话无一句有道理啦。为什么人需要咆哮？这就是属世帝国的方式。谁人讲话大声，谁人较歹，就会使去。无，其实公理自在人心，讲有道理，大家拢知，莫当作人拢无知识。其实有道理，慢慢啊讲，顺啊讲，一边袂使转换一个方式来讲。若真正袂使，就要检讨家己敢有认捌无清楚。人要拒绝遐个属世帝国的属性，莫用属世帝国的方式来处理代志。人要思考上帝国的规则是啥物。所以当彼得多最后问耶稣真理是啥物？根据福音书，耶稣无回答，沉默以对。对比伫约翰福音14章第60，门徒多马也有问耶稣同一个问题：真理是啥物的时阵，耶稣回答，耶稣讲，伊就是真理。为什么耶稣回答彼得多是沉默以对？对伫伊的门徒，耶稣讲，伊就是真理。这个差别伫倒位？因为耶稣面对着地上帝国的势力的时阵，伊根本毋免回答，因为耶稣无回答。耶稣毋是讲宗教体制才是真理，耶稣无讲。耶稣也毋是要互彼得多误认讲，人讲的话才是真理。耶稣也毋是伫遐讲，对伫有权的人讲伊讲的才是有真理。甚至耶稣迄当阵也无讲教会才是真理，也毋是讲神学理论也是教义才是真理。耶稣无回答，真理是耶稣本身。所以牧师敢会讲毋对话，也会啦；长老执事敢会讲毋对话，也会啦。啊，咱家己敢会讲毋对话，也会啦。大家拢会啦，因为咱了解拢有限，但是咱知影主耶稣基督才是真理，所以咱大家组织做伙，咱是做伙来敲找真理，毋是牧师讲的才是真理，毋是，也毋是任何一个人才是真理，拢毋是主耶稣才是真理。当然，咱讲神学、理论、教义、教会，也是咱所读到耶稣的话，这拢包括有真理，但是咱爱真细致，就是当咱有权了后，真侪有权的人将真好的物件误用。
煞变做害着别人，危害着别人，伤害别人。所以，咱是爱尽咱的一生来透过跟对耶稣来追求真理。咱是爱追求真理，总是有无够呀，咱持续来追求，咱持续追求。可能你99分，你阁欠1分，所以咱基督徒敢会当无谦卑？咱无错，咱拢有部分的真理。但是咱总是无亲像上帝的完全，所以耶稣爱咱，伊讲上帝是天父上帝是完全，咱也爱完全。这意思讲，咱永远无完全，咱爱尽一世人，尽一世人来追求真理，就是透过跟对耶稣，通过跟对耶稣，然后活出耶稣所教示的道理，咱活出来。所以耶稣的沉默是爱咱找到机会，安静心来思考，思考我是啥人，思考上帝是啥人，上帝对我的意义是甚物？思考咱活地的意义是啥物？生死的意义是啥物？思考这一切，有关这一切真实的道理是啥物？所以耶稣伫18章37节，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讲：既然属伫真理的人，拢听我的声音。既然属伫真理的人，拢听我的声音。比拉多，伊无机会真正听耶稣的声音，所以耶稣无回答，耶稣无甲伊回答真理是啥物。但是，落兄弟，耶稣互咱、互你我所有的基督徒有即个机会通听到伊的声音。耶稣也互咱知影，天父是遮尔疼咱，所以伊天父上帝通过耶稣圣囝耶稣，互咱白白来领受着丰盛的恩典。这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见证的道成肉体。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所以咱大家拢爱谦卑来跟对主耶稣基督。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将主耶稣基督的教示来活出来。可能咱一时无办法100分，但是咱一生的中间，这是咱一生的任务，跟对主耶稣，学习主耶稣，然后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天父是完全，所以咱爱完全，咱一世人来憔悴，一世人来用伫主的话的中间，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咱来生命得到成长，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遍体会到，就是你的国是超越地上的国，你的国是听甲恩典，你的国也是公义和平。但是主啊，阮活伫即个世俗的社会中间，阮常常有可能会受到世俗的影响，阮用人的手段想要来处理代志。但是主啊，阮实在感谢你，你予阮常常有主你的话来激励阮，来互阮也得到反省，也互阮
会当愿意谦卑来跟对你，来互主你的圣神引带，互主你的圣神来改变，也透过主你的圣神，愿活出你的话。所以主啊，伫生活的中间，求主你时时刻刻，互阮体会到你的国度临到，你也互阮仰望等待你所定定的时刻来临，互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你互阮伫生活中间，拢会当大声谈着你天国的美好。主啊，恳求上帝你守护圣神，充满阮，带领阮，激励阮，扶持阮，安慰阮。主啊，阮愿意谦卑，互主你亲自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讲会主的话，互咱真大的勉励。咱即时要应答上帝的话，圣诗620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艰辛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互我无求会看真远路途，扶持脚步站站引带保护。圣诗620，咱起立三个字。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李明斌执事来书献。
连下说大家平安。平安。咱来掀开咱的报告，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七星中会乡林部要伫5月初9礼拜四早起10点到12点，要伫济南教会礼拜堂举行2024年第一摆的联合聚会。专题演讲主题是荷兰时期的宣教故事，主讲者是郑阳恩牧师。为着要准备午餐，若要参加的，请向乡联部副部长陈嘉生长老报名。第二，后礼拜5月12是母亲节，咱教会有举办一份礼物，要赠送予咱的姊妹，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辛苦付出。第三，每礼拜5咱暗时有7点半有。伫咱教会有查经祈祷会，目前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参加出席。第四，若需要探访或者是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达牧师或者是教会长级来安排。后礼拜讲章题目，咱家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献歌对联唱是早起8点45。查经祈祷会是每礼拜5暗时7点半。咱每个月第一礼拜有插会班是早时10点。后礼拜的查经祈祷的讲解，甲着顶礼拜会出席。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咱按过节来更正。圣讲的事项，咱即礼拜的招待是社保祭所长老，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宴庆祭。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名义长老，书琴是牧师娘，领唱是吴勇执事，书弦是玉洁执事、民兵执事。交代是友来兄、社长者，插花我本人，清扫是名义长老。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耶稣应讲：“你讲我上，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凡若属真理的人，听我的声。”来。你出世，为着安尼临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凡若属我理的人，听我的声。耶稣应讲：“你讲我上，为着安尼出世，为着安尼到世间，要替真理做见证。凡若属真理的人。”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约福音8章37节。好，即是咱伊愿这地，三家用拱手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后礼拜咱母亲节，咱教会有准备礼物，咱要为着咱教会姊妹，你们为家庭、为教会的奉献付出，有准备小小的礼物，请你们一定要出席。好，好。母亲节，咱想咱大家咱拢有提早咧庆祝，我想咱即大家拢会提早乱做啦，拢提早庆祝。伫遮我嘛有准备一点仔的小礼物、小点心，来提早甲咱庆祝。较等下刷顺，咱伫后壁遐一人一份，表示我
敬意，因为今仔日5月5号，刚好是咱教会谦英兄弟的生日。谦英什么人你毋知啊？袂使甲伊讲拄啊好，5月初5就是今仔日吼，拄啊好今礼拜，拄啊好轮到我，是讲本来是要低调，但是讲这个在偌久才会当轮一届吼，所以咱用说伫顶几礼拜，阮有参加一个阮合唱团的迄个书伴奏，林老师已经70岁啊，伊来退休，退了以后，就阮大家真侪吼，已经离开有10年的嘛有啦，大家拢倒转来，大家一个餐厅，大家真欢喜安尼，哇，大家唱个啊！伫咧致感谢时的时阵，伊就讲，阮都看伊身体还佫好好啊，就伊嘛是咱教会回忆，咱淡水教会的回忆足热心的啦，拢会利用即个时阵来咧传播福音安尼。伫遐咧讲，伊讲谁人要退休？伊讲伊现在已经70岁啊，正咧抒琴的时阵迄歌那个歌谱那个已经拢安尼结做伙啊，都会模糊。所以咱玉洁老师牧师们他们都很辛苦，他们一辈子面对着人生，面对着黑白我是说那个钢琴的黑白键很辛苦，不像我们江老师面对人生是彩色，每天都插花，颜色这么漂亮真的是这样呢是伊底下有讲，有讲一个，刚刚分享是讲，咱基督徒的信仰是讲，在一个结局之处，寻找新的开始。所以咱基督徒的信仰是追求是开始，毋是结束。所以我今仔已经65岁啊，今仔日明仔载，今仔日就66岁啊。面对新的开始，就是要有新的计划，新的真欢喜的让看到咱，所以咱的礼拜煞是人一份小小的一个心意，好，咱来三角银煞要变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咱起立三角来银。咱就爱伫生活中间谦卑军队主耶稣，也伫所行所做所讲的一切，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也伫咱的生活中间，透过咱所讲所做的一切，为着伊的真理来做见证。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